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各位，又到福气的时间咯。爱吃面包的人总知哦，面包啊，是一种很神奇的食品。其他无穷的国家，也讲无穷的天气，就会有无穷的口味，也讲特色，是一定的神奇千变万化呢。今晡日的来宾啊，佢开一个面包店的，佢做係欧洲的面包。這種面包有乜嘅特色，也講地位有兩般神奇的故事呢？我哋今日嚟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咯。馬上來分享，我哋來自米農嘅炒飯。主持人好，觀眾大家好，我係來自米農月光山麵點烘焙坊嘅麵包師傅炒飯。哇！分享炒飯來到我哋節目地位，炒飯講單一下，你係咪做嘅麵包之後啊，更加身材就變到安尼啊？無啦，我對細我嘅身材就按太重。哦。不過做麵包開始過後，因為做嘅這個會濕濕吧，就真實真太重啊！你講嘅自在咯。哇，講啦。不過請分享好，今日炒飯來到節目地位，不過睇小嘅根本你帶來按到看看來清好食的麵包之前，我先請教一下炒飯。炒飯，你係對米農啦，嗰種自家韓式多態都係米農態嗎？我韓式多態其實。我喺米農生活總共有36年啦，有4年因為阿妹過身，然後我就停下這去桃園讀書，而且嘅讀個4年，然後轉過來一邊繼續讀書安尼。哇！你過到啲米農之後啊，你工作啦，也就繼續攏喺米農，冇轉出去嘅。讀書到做事全部都喺米農，就冇再出去嘅。後邊自家第一份工作係做乜嘅，還有記得冇？就自家都做麵包嘅嘛？冇，因為我嗰時嘅結中高中到大學，讀嘅張地陽嘅呢，讀咗7年，一開始出來做細條就講輕航機、維修、製造啊呢。張地陽佢幾厲害呢？係啦，就睇緊有講張地陽佢幾厲害啊，做乜唔繼續做？因為對我自家來講，係想要做跟人有接觸嘅細條，佢對我來講咧，有溫度啦。同其他吼可能個冰冷一些些安尼。後時米農離開冇張地陽之後，還有做過哪一條工作？一時間我離開一時間，我就做外包裝設計。外包裝設計我就做他們商場嘅。就有人講係繼續講有居家服務員。也細條，嗰時陣韓國後生啦，我就做應徵居家服務員咧。哇，做一個居服務員，應該來講，之前的工作同居服務員係實有差別嘅。你睇做一個居服務員嘅時間，有自家先去後續也係講調整一下心態冇，因為一下係同你冇關係，跳到你同關係一種工作方面，你自家嘅連接度咯。好。有的你就因為我嗰時陣韓國記得啦，我去上課，因為去頭前去上課受訓下來，有結業證書能做到去做居家服務員。做㗎，我去做嘅時間其實佢頭間係冇嗌講，我後生，你是男生，讓我上去嚟做一種嘅細條啦。因為人因為講一種細條應該40歲上40歲婦人家去做，因為我哋後生嘅去做。我其實嘛跟佢頭家講啊，我冇一頭冇一槍，我自家佢實能做，我要冇頭冇槍咩？我個細條如何啊？真動嘅工作做嘛？你做應該有自家有心得吧？係啊，你做一份工作，好似唔做一久嘅。我做居家服務員，我做過差唔多半年。做咗半年過後，我頭家講我做過唔會差，就講我升起來做居家督導。居家督導就做咗嘛2年，有2年嘅時間。其實叫做嘛幾好啦。我開始做居家督導員嘅時間，我頭家又偷偷跟我講，一開始做居家服務員嘅時間，前2-3年。我喺老人家服務佢嘅時間，以為就會頭門嘅老人家講，我要做好忙，我要學備來忙，就叫老人家講冇一後生一個失望哦，也能夠放心。畢竟個後生人做一份工作實在太少啦，睇嚟講講後生人對老人家可能講冇耐心啊，又講照顧冇安優嘅部分啊，後時面冇還有繼續喺做做服務員嘛，還係講有繼續揾嚟其他類型嘅工作。一時間來作為居家服務員做回的時間升督導，督導做為2年，作為2年的時間，其實就咁樣講，
佢有時把職業倦怠啦，就想要揾別的石頭。其實這做了能夠就提88風在金錢就7月上市以後就拄好離職。其實就休息喺前石頭，就拄好到88風在嘅件事情。金錢我在做居家服務員訓練的時間，就會紅十字會攀的咩，所以我嘅間紅會就有熟識嘅。其實這88風在發生過後，我就有去天數。天數嘅時間嗰度就去演嘅小林村。去山都嘅。冇多地方去啦，就多過一片嘅山林組合會一片。講多過一些。我就去嗰片天數就地嘅做沙工。你做沙工，看照服務員沙工，其實累積起來講，人講經驗啊，都好同人家長照2.0嗰種都挺有關係呢。不過做前面工作應該是做得好好啊。喺乜嘅原因，不影響講，後時咪轉做人家開始來做麵包師傅呢？其實嗰時間我平常時間我就改好煮自家煮東西來食。如果佢改好拿弄班係喺啲太好嘅時間，同學嚟到行啊，咪會煮東西俾人食。如果嗰時間係咪跟人講嘅話講，我改好煮東西食，我咪改會煮東西。如果以後我絕對唔會煮東西嚟賣。嗰時間我即個想象嘛改好啦。人講嘅千萬不要按太做都講嘛，太篤定的事情，冇想到那個時間同學看到人家在做麵包師傅會講，唔係講唔會做東西冇意思嘛。嗰時間睇我嘅同學就係嗱講，嗰時間唔會講唔係賣食啲東西啊，你也得賣咯，我就講冇辦法讀到想去做就嚟做啊。冇可能啊！應該講，讀到今日難嘅事情，講唔啊，我請唔是都唔係買嘅，做乜？講啦。不過，這個真是本影響講，我來做一個麵包師傅係冇嘅原因。喺工作時間總冇可能講做得好好，我一下就想講，我有職業倦怠，人家都跳咗嚟做麵包師傅，冇可能，一定有一啲原因，怎麼？其實啲時間啲SBQ嘅例子咧前3年就。佢上去做蔥油餅跟蔥肉餅，蠻面用嘅，就大門上去做。我要走去花蓮跟人學。按天氣去學個，走到按年去。我要走去花蓮去跟人學講，我用嚟做嗰個是咧蔥油餅跟蔥肉餅嘅。我去花蓮學嘅過來，其實嗰個師傅因為本身要求講啊，提幾個人天數，順差學順他天數。不過嗰時就係結婚嘅啊，有生意咧就冇法度嘅啊。不過嗰時就嗰師傅就交代我技巧啦，技術，佢講一定要注意。佢交代我就過來即刻試做，就做出來就其實做還唔會差實啦。所以蔥油餅、蔥肉餅就因為其實還要上班。就早上就打做，我就3點鐘就放來，就做好嘅，放喺啲嘅牙仔會賣。不條我就過嚟食東西啊咧。連續做嘅3年啦。嗰時間我上嘅，因為嗰時係第SBQ嘛，SBQ做嘅9年啦。其實上個離開已經講，我人生不應該就像點啊啲片。有幾多嘅色彩啦。所以我就想講。唔啊，先出來去賣蔥油餅、蔥肉餅，所以嗰時間離開嘅時間就買一種西部菜，即個改裝，就4輪菜去一來我先做，去賣一條蔥油餅、蔥肉餅，係啦。賣到後面，想講，可以轉彎嘅，如來學做麵包係一個原因嘛。我來嗰時間嘛，對我哋網絡當就有看到講，天然酵母跟我們總結的一種道地的中式老麵啦，冇相同嘅東西，看起來相同，不過又冇相同，做起來有差別。因為我記得嗰種天然綠膏有嘛，伊看起來像水水安尼，像公嗰陣叫爺爺安尼，我們中式的綠膏就看起來。像人用面框安尼，就冇相同嘅東西，就我哋看也好嘅，就看伊地邊有介紹用嚟做麵包，用啲天然綠膏用嚟做麵包安尼，就興起來嘅咩？就問我 FBA 嘅朋友，伊都喺奧地利啦，我哋講伊之前就會煮食，
我就想講，伊迄廚師，我就每看那個熟識的人嘛。伊就講，我即個嘛係麵包師傅啊，我做得搞啊。哦。就伊咧機票拄好來台灣。伊拄好來台灣咧，我就伊滿意講我用做一個東西。伊開始嘛就搞我兩行，伊咧就天天都搞，我用熟。這係最重要嘅嘛，高母嘛，就用個燒用個做嘢呢個道地嘅北歐酸麵包，伊就講話有兩行，都技術嘅部分，就有兩行嘅啊，像講一條我能看得到嘅麵包，吐司一條東西，伊其實冇搞嗌，攏係自家去學安尼，天天嚟學上來嘅，係啊，因為我就滿意，我就滿意個。冇搞嘅一條東西，我所以用我做咯。伊就講嘅話講，對人嘅國家來講，麵包師傅係藝術家。要創造自家嘅東西，唔好去學人嘅東西，學了又拿過來又窮樣安尼做出來。因為人嘅概念就講，品牌係來賣人嘅東西，因為牙膏是啦，係賣關係，係做乜係來賣人嘅東西。人嘅觀念係你就講一條東西。你自己創造，做嘅有問題，人哋冇人唔怕，唔好一開始我就講。所以我嘅東西就我自己創造出來嘅，別的地方買冇。真是呢，今日歐洲嘅一種廚師嘅想法，同人家西班牙冇相同嘅，真是鬼神奇哦！觀眾朋友，原來我哋炒飯啊，其實個麵包之路是按嚟開始嘅呢。不過後面還有樣板嘅故事呢，冇走開哦，所以比賽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前面炒飯同人哋講啊，其實嘅同學、其實嘅朋友，搞件樣板來做一個麵包，將搞件兩種技術呢，根本你帶來按到好食嘅麵包，喺樣板做出來，繼續來搶教佢吧。炒飯，頭都講嘅啊，兩種技術，一個係高模嘛，小模，再來一個係今日做麵包嘅技術嘅形式，兩種，可以做出按到做模樣樣嘅，喺樣板做出來嘅啊。其實這個嘛係上網去參考別人用嘅做嘢嘅東西。條件其實我嘛失敗嘅幾多擺哦，我嘛挑開幾多材料。其實材料挑啊，自己都強到嘅，真係強到嘅呢。因為做唔出來啊，就變成講挑嗰啲東西，就讓我以去切。一般上做得哪度買嘢呢？唔過做買唔得嘢，就會開始緊張嘅呀。哇！那個投資。前期嘅成本改高，係改過。安尼炒飯係搶高也好，頭到前面我有講到講，你做麵包自家做嘅，其他嘅係歐洲形式嘅嘛。麵包我哋都係講有幾多種唔同嘅口味啦，又係講其實歐洲嘅麵包同日本咧，又係講美國咧，甚至係講其他國家，其他嘅差別到底係點樣啊？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嘛。其實歐洲嘅麵包人講嘅就講。最簡單的材料嚟做出來，用最簡單的材料做出來其實最簡單的材料最快做，啱啱唔會講模式，我哋台灣早期係受到日本的影響，所以我哋一出來食的麵包係日式的麵包，所以就一個香，一個軟，唔過地方就加幾多嘅東西啲。將加嘅嗰度嗰啲冇啦，又係講要攞到糖嘅啦，要牙嘅啦，要加嗰度冇講用口味講嗰度變化係安尼嘛。係啊。嗰種歐洲嘅其實形式個簡單，可能人哋識到喺度搶麵粉，冇都加一些嘅人哋講堅果，又係講果乾一度，係咪啊？你自家做後來差唔多失敗1球，這樣成功做出第一個歐洲嘅麵包。應該講從法國啦，法國麵包，我哋都講法國麵包啦，像法國麵包唔用你去烘，再出來，我哋算一擺，總共唔會做150擺。食到一啲法國，按多擺張出，張可以食到，又係講唔係成功，做到一成功，最忙會烘150擺，那烘得出。哇！很麻煩哦，我看到有個法國人都想到講一條擺，
真是像总批讲的啦，以前真是大家生日本的关系，以前老一批的总批哦，看到俺人是一种重重的个滚的个法棍有冇？他讲唔是一种面包，我唔会超唔同啊，因为人的印象底部一种的都清亮硬有冇？到嗰時只有嘅可以拿嚟打人講傾嘅叫嘅呢，一種法官真是係硬質方式嘛，也係講基於咧標準呢。其實對法官來講，既然法國還有立法有一定的標準，一定的衝突，各一道條線，也全部都有規定好嘅。係喎。其實法官大家對法官的印象就講鬼硬。真是鬼硬長又鬼死的又鬼糟，其實真實的法官以含水度會鬼高，含水度鬼高，所以死起來地邊係軟軟又實實安尼，唔會像你們安尼死得硬硬安尼，係像有啲人買法官死來蘿蔔又鬼硬長，地邊又鬼糟，其實我哋弄擺台灣來講，我哋冇乜接觸到講法官有種東西。最常見到就係大賣場嘅麵包店，有看到，其實嘅色又冇感覺講有幾奇怪，我即刻開始做一種麵包之後，我發現講，原來也那按到真實的法國麵包。除了法棍係嗰個技術嘅麵包嘅品相之外，還有哪一條個特別嘅麵包也係講賣個好嘅嘛？就法棍啦，還有歐式麵包啦，還有一道像有啲生吐司啦，生吐司也是嘛喺日本傳過來嘅，還有一般呢，其實各有所好，有啲人好食一種個健康嘅，有啲人又好食一種個軟個香嘅，有口味啊，就各有所好啦。都在歐洲嘅麵包食好來喺樣板咁樣嚟送一下看下先好，根本你在小販也有準備嘅，分大家看一下，拿紅咧，哇，觀眾朋友，拿紅咧，真是有一個重量嘅感覺咧，看到底部有個係蔓越莓果乾唔係葡萄乾還有起司，哇，觀眾朋友，挺有彈性嘅，你看嚟試一下，有個係乜嘅麵包啊，炒飯？也可能主持人說的麵包，也就係蔓越莓起司。麵包也麵團製作不簡單，也材料不簡單也就天然酵母、水、氧、麵粉，就按呢就做出來嘅。這個看起來材料不簡單，其實做起來更唔簡單。因為慢講，因為甜點樂高對天氣啦、溫度啦、濕度啦，如果有影響。一下溫度太高，又會發達太急；溫度太大，又發達太慢。濕度唔拉呢，也皮就會變得大門硬，改唔好食。所以講甜點樂高做嘅麵包改唔好做，所以一開始我哋用甜點樂高做麵包嘅時間，有啲麵包師傅讀到我嘅時間，就會罵我講。用不點啊，用一百用甜點樂高來做麵包，人工也困難度幾高。其實我就咁樣講，愛做就會做最好嘅。本人就係好嘅啊，做冇。炒飯有個歐洲麵包頭都按你有個麵包按你試下去啊。其實佢切開來，我哋弄提供，其實佢不用一睇順條講，吹人去吹炒味嘛。我試下嘅時間，唔會掉硬，也係講太糟哩。咩有個本身嘅個保水度都幾高，故說佢吹一下，其實行試開來係軟軟，底部係真柔軟呢。其實甜點樂高最特別嘅素材就講，佢會抗組織老化，佢唔會用麵包按夾嘅老化，保水度嘛會改好。因為變成講，以長時間發酵的時間，也就會保留更多的水分體底部。所以我哋試一種麵包，其實跟我哋弄擺印象食起來，幾糟粒啦，幾硬啊，其實全部冇相樣。一種麵包試起來，一種口感能錯嘅。真是的呢，頭擺一般來講，我哋切的麵包，人家都講夾式，冇變啊！冇，就算冇吹人用，變啊！睇攞杯一下其實我是擺糟，時候來都真難食。另外批啲飲料啦，有嗰種真可以食。有個唔會呢，時候來當蠻好食呢。不過炒飯我請教一下像有個麵包啊，人家食到攞杯可能會標榜講，可能呢巴達、奶油啦，有講麵粉啊，都會進口嘅，對原本歐洲嗰邊的產地來嘅。也係嘛，除了個
酵母、酵母吼，喺自家做之外，也就面粉啊，也就喺咩也係用緊嘅歐洲嗰片嘅東西嘅呀。嗱啲東西哈，就像唔講個八大嗰條東西，八大係咪喺歐洲來嘅？嚇，係甜點嘅啦，嚇，啊嗰嚟麵粉，係麵粉個特殊就講係麵粉係用台灣啲台中有一家麵粉嚇，以無添加無漂白。其實係麵粉改定啫嘛，改新鮮啊！真正講係其實係買用乜嘢呢？乜嘢師傅？你係做一種東西，係點解用外國嘅麵粉能過好啊？你講其實唔是，因為對外國嘅麵粉攞好嘅嚇，儲順咧又儲喺台灣，其實療一段時間咧冇安新鮮，你就講係建議講盡量請台灣最好嘅麵粉。所以其實就請到台中嘅家麵粉。自家做嘅按度嘅麵包吼，冇咁樣嘅形式咧，做嘅時間銀行又本意咧，個貼片咧回歸冇，用按用心嚟做啊。有嘅貼片是你做嘅麵包是關嘅，是唔關其他人做嘅麵包嘅銀行冇。其實係嗰度銀行，因為有啲銀行是從嚟自家買啦。係是講蘿蔔嘅麵包，因為人落到冇完全咩，係食咧就會膨肚，係什麼胃食道逆流啦，會膨肚。你別食麵包食咧過5分鐘，肚子就會膨啊，過太啦，過乾枯啊呢。有啲人係嘛呢，所以人類食麵包時，人當年講鐵白嚟買麵包。唔係講食起來會安尼嘛，所以人食買過一食嚟，天天你走過來跟佢講，食呢麵包唔會膨肚嘅，唔會胃酸嘅，會好安尼。嚟講因為係用嘅東西，就過食材嘅東西，係唔會後邊加一條油冇嘅。天然酵母以發酵，天然都搞以發酵就過完全。所以對胃啦，對腸嘅都過好，唔會有乜其他問題安尼。炒飯你自家睇做一個麵包啊，按用心嚟做，你自家有堅持講有乜嘅一天嘅把握嘅品質，也係講理念嘛。將來發現到講，堅持咧有用自家做嘅天然嘅酵母，用菜體嘅麵粉，加上用最簡單嘅食材原物料一條。你自家是不是原本就有設定講，睇做嘅麵包全部裡邊要有一個固定嘅體式，你有按呢個想法嗎？應該講。我對麵包嘅堅持，其實就時間性，做唔得超過發得超過，我嘛做唔得抗得太久，我從我麵包我就明年行明年賣，冇賣係天天日我嘛唔會賣，也從我堅持，因為天天日我就會拿起部機就低收入嘅人啦，碌下經濟嗰有問題嘅人，家庭嘅就我就唔會講天天要拿出來賣，因為對我嚟講，呢啲麵包好嘅品質，我自家會堅持，因為自家都冇堅持嘅，後背路我就改發下。係啊，尤其係講像人家人哋成本昂高嘅話，假使講冇堅持下，真是。哇，青龍很咧，係啊，做麵包開店嘅嘛，都更加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咧。最開始都有差唔多2年半嘅時間。哇，2年半，哇，堅持都更加冇簡單哦。係啊，要繼續堅持下。係啊，哇，觀眾朋友，開始都更加，炒飯其實咧麵包路行過嚟也冇簡單，堅持按好嘅品質，按高嘅成本。不過除了做麵包之外，炒飯平時還有樣板嘅工作，也係講發生樣板神奇嘅故事呢。我哋休息一下，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嚟講故事哦。除了店方有賣一個好食的歐洲麵包之外呢，炒飯嗰邊還有賣乜個雞卵糕，也係講甜點嗎？炒飯，你知道除了賣麵包之外啊，還有賣其他的東西麼？從日本人帶來的，我看到，大部分那個麵包呢，有一個個貼嘅咧，有個泡泡嘅係算甜點嗎？這種甜點點心類的東西嗎？係，也係甜點，不過唔會先鬆困啊，係咧感覺一麥嘅東西。係哦，我可能頭先講嚟泡泡我都真有興趣，不過實在看唔出來佢係乜嘅東西，你可以啊？唔使講啊，最近咧店方其實有賣幾多做賣甜點，也就其中之一，也近期能
发明出来嘅東西哦。係哦，觀眾朋友，你看一下有個拍拍天空來有失敗香香，失敗講唔出嚟係乜嘅香味，試看下先都知係乜嘅東西，睇佢嚟談一下好嘅。啊，有啲東西哈，研究嘅佢叫有乜嘅東西啦？有種嗌嘅米濃嘅米，一絲切嘅米做出來嘅米布丁。米布丁哦。啊，嗰日口感所以嚟講，一般嘅布丁冇相同。啊，而比起來有幾上嘅美食，食到最高地步嘅時間啦，啲米上體最高安尼，從安尼炸開來安尼，幾上幾好食。真是的呢，觀眾朋友，安尼看下拍拍唔知係乜嘅東西，唔過食下嘅時真係像炒飯講嘅，全部係米嘅香味哩。啊，人係參研究一個東西哈，係買了幾多時間。因為開始我就想講，我嚟做米濃，搶嚟嘅米濃就會伴手禮。佢特別嘅伴手禮，自家做嘅送你，有幾特別嘅東西，有自家做嘅食嘅東西，所以我研究嘅大研究。炒飯有個米布丁啊，第一講布丁應該都可以加落呢，人有個食成安拍，底杯咁樣有加落嗎？底杯冇加落。一絲卵都冇，一絲卵都冇。因為暗香咯，甚至後來失敗又加落那香味哩。係啊，因為我麵包就窄嘅，因為我這個牙仔有兩個牙仔實在，所以我喺做一條東西嘅時間，我就想講，我嘛要做盤幾條實在人做得食。哇，幾好呢！嗰種有嘅麵包，甚至有嘅甜點布丁底杯，全部都冇加落呢哦。冇啊，全部冇加落。哇，咁蠻厲害呢！冇加落還可以做出暗香嘅啲甜點同麵包呢。你更加興嘅店方都食得到有嘅米布丁呢嚇？食得到嘅，食得到嘅。你把係一久嘅時間研究出來啊？有米嘅東西，因為用來應該講去年開始就有人問我講啊，我會做米麵包啦、米花乾嗰度產品啦嚇。其實我研究嘅嗰叫，因為也叫做米絲。冇法度多嗌愛嘅米絲啦，所以嚟就冇米嘅香氣，所以對我嚟講，我就冇想去買一條東西，所以我對去年呢就開始研究到一擺，研究到一擺就嗌緊農飛米農飛嘅啲人工，就問嗌講，有法度做出一條東西來嘛？就講要製作過，唔講冇買米絲，米嘅米絲啦。就講冇我哋相看啦，用乜做得做嘛？係幾多路行啊？就上網去查過那講，所以有乜嘅東西係用米做出來，有個特別嘅東西，就多幫我查到講，其實喺中世紀嘅時間，中世紀人嘅烹飪料理書底部就有寫到有米布丁，所以伊比我哋平常食嘅布丁要難過做。同要做法要失敗冇強用啊！原來啊，頭多時有個米布丁啊，我發現到講，佢除了好食之外，還有一個特點哦。一般的布丁啊，食好嚟大部分嚟講，應該都會做好之後會冷藏咗嘛。有個即係唔係可以常溫保存嘅，食好嚟冇變變厲害，有一個不用睇神了，不用睇舊佢推變嘅。你不用睇神了，不用睇舊嘅啦。不過正常有米布丁，伊嘛冇一定會冷藏。伊推變嘅嘛唔怕，因為底部冇暖，所以唔是講伊會壞嘅。其實有米布丁係咪有經過高溫烘烤？其實伊落杯烘頭段時嘅時間，當烘有一層薄膜，伊就介講係，就會介講腐亞啲底部嘅。伊就跟雞蛋布丁會冇同樣。你除了有個米布丁係野產味出來嘅新嘅產品之外，你哋甜點還有哪條嘅最受到歡迎嘅係乜嘅？我哋甜點幾多就像歐洲，其實我幾好做法國嘅甜點，因為你甜點幾特別，唔過啲台灣又幾少看到，就有得種布列塔尼啦、達克瓦茲啦，還有幾特別嘅南特蛋糕，還有。挪威有啲幾特別嘅蛋糕，叫做世界最好的蛋糕，有名嘅出安尼哦。也唔係嗌這個不有名嘅，有名嘅出安尼。個蛋糕嘛幾特別，
所以我做的东西，我都希望讲我要做客外的东西。好，因为让我的面容的相亲，不一定讲我去市区去客外，能吃得到的东西。我希望人的面容就吃得到的东西。嗰所说，你有发现到讲去买面包也讲买甜点的个人哈，其实有分喎。就买面包的可能一般的人角度，买甜点的细妹的角度有安尼现象咯。其实，我也不买过特别啦哈。有的人佢好吃甜点的人啦，就爱可丽露，好，我有买一粒的，我有买几盒的，好吃可丽露，因为可丽露讲实在啦哈，可丽露够甜，如果伊吃起来好吃的呀哈，你就会多唔掉。因为有的人吃得好吃一来，就几盒安尼买几只。哎呀，佢讲，佢等你唔食面包，亦买一道欧式面包哦。嗰時候講其實冇差，講細妹可能個好食甜點啦，或其他人是麵包安尼，冇，其實大家都很平均安尼。係啊。哦，既然講而家暗河是條到做乜嘅話講個有個麵包會出，如果想講有個人啊喺麵包店咪講麵包會出係有啲問題嘛？像嘅炒飯人店咪。既然做暗河，應該純嘅麵包唔係乜嘅問題，像你自家講嘅有純嘅可能失敗，將會本嘅弱勢團體啦去分享嘛。更加還有一種會純嘅麵包嘅問題嘛。其實一般一下啦，應該一下來講係能自家麵包，我稍微順下來啦。我有時間還是會留失敗下來，我自家嘛會多。加做失敗麵包啦、吐司啊啲東西，因為我弄擺沙工嘛。其實我哋講有啲弱勢家庭，有啲低收入戶家庭，經濟用講唔好，我就會加做失敗，拿去送人。前一餐嘅就有師傅廟方嘅師傅就嚟講，人哋來有空嘅pension上。就像食物銀行安尼，佢就講好唔怕，我就在加州失敗，下晝嘅時間我就可以空一個人動工我有時有人過來去拿。我貼喺響應師傅嘅一個想法，就我哋路卡店方唔係咧，拿起身做一個食物銀行同人贊助安尼嘛。哇，也算幾有愛心。咩同之前做沙工一個經驗有關係啊？都本個比較會貼近一個想法，都貼近個弱勢團體啦，也講社會福利一種嘅一個議題嘅想法，係有安尼嘅經驗嘛？其實對。佢是爸爸風災都捱過嚟做沙工嘅，其實我本來咧講人就講，我要教一條人用嘅雕嘅，唔好教一條人，就我唔好講搶不贏嘅時，我要教一雕嘅，不過有啲家庭真是無法度講，唔教一雕嘅，不過伊還是雕唔動嘅時間，伊就冇東西好食咧，所以一條家庭就會。特別去注意講我使用乜個東西，麵啦、米啦、飯啦乜個東西。我就我自己咧做下生意，我就講我做得到唔怕，我就加做失敗。比如講吐司嗰邊咧，我醫生講我做10條，我就做咗15條，其他5條我就拿去送人啊。送人一傳就算一傳咩，冇講人一下冇食，冇就有冇食啊咧。送一傳算一傳啊咧。你自家除了做一個社會議題啦，關心分享自家愛心之外，你還有其他未來嘅規劃嗎？像頭先講嘅你做嘅研究也做嘅有一啲品質出來，會唔會想講，假使講有其他上海青年朋友過來，也想可以講來開類似的麵包店，你會想去搞幾年去上課做老師嗎？有一個規劃嗎？目前還冇講嚟。教人做麵包就開課啦其實之前就有人嚟請嚟學過，慢慢係講做得好冇係講輕唔輕，我會講，其實幾多年來2年就多唔了，因為嘛，剛才一開始我就講做麵包唔係幾強鬆嘅事情，因為明年做起來我講烤箱為伍要按熱，夏天時要按熱。做起嚟東西要細，唔係講做起嚟買就算啦，做起嚟要細，嗰度頭路去做，其實
亲爱好我都嗰度後生嘅，就我躲唔掉。啊，變成講我即家，雖然講係開下店，佢當年有冇係講，又唔去高雄市開店咯。係啊，我就講，我一天面農開下店，我就希望面農嘅鄉親，甚至講南美縣夾線六季哩，唔是在我按年去買一片就買得到嘅，永遠提一片就食得到呀麵包。而我嘅麵包其實法式麵包啦，就法棍啦、歐式麵包，其實家是會少。因為我會希望講大家都是一種麵包，個健康，個冇咁多添加物啦。所以我為了我冇想我講，我出來開店，我咪可以堅持啲面農開下店，啊咪希望講大家來面農。全部都有啲客，變成講面農參與啲景點啊。冇錯啊，都係講，是好食嘅東西，品質好嘅東西，每一天要走到態度思去。其實睇眼人面農一片就有錢嘅到嘅，也歡迎大家多多來一片，就可以食得到好食、品質又好嘅麵包，順勢看一個好山好水啦，咁嘛。係啊，觀眾朋友，今日啊，采訪真是帶來一個幾好嘅故事呀。我眼認識嚟講，原來真是有好食的麵包，唔係睇態度式的便宜哦。喺啲鄉下度嘅其實也可以有按好食品質又按好的麵包哦。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炒飯，哇，帶來按好食的麵包之外，又按感動的故事哦，多謝。謝謝主持人，感謝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來面農，月光山麵店烘焙坊來請安買麵包，感謝。好啦，睇好山好水嘅面農有千多好高嘅，唔過睇下之前先聽聽我哋欣賞來運動顧我哋自家身體咯。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